讲到这性骚扰案件，最近一直逼出来，除了行政院启动修法，这政党也进行内部检讨。民进党推动性平教育课程，党主席赖清德今下晡有甲党务主管出席参加。那国民党拜一是召开性骚扰申诉委员会，除了目前有鲍坤琪加詹碧文的案件，也证实讲有收到其他新的申诉案件。性骚扰事件真济，立法院要伫7月召开第2届临时会处理性平法案，行政院会伫7月14进前把法案送到立法院，主要要定性骚扰样态指引、检讨外部机制、甲跨部会机制这3大面向，希望会当伫7月底前完成修法。我们劳动部、教育部还有卫福部就所辖的这个法案的修法的部分要来积极。行政院要修法，政党是做内部检讨机制。民进党进行3场性平教育，15下晡党主席赖清德甲党务主管做伙上课，问题真踊跃。应该是有性骚扰，对，应该有性骚扰。主讲的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黄家文嘛建议，要用行动做补救。人我相处的分际上面，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点的一些资讯。让他们更能厘清什么叫做拒绝，跟什么叫做喜欢。交给我们的性平会，还有我们的保障会来一切的尊重相关的程序及相关的证据。若是国民党立委鲍坤琪的性骚扰案有新的证人出现，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调查。国民党12已经先召开性骚扰申诉委员会，除了鲍坤琪、詹碧文的案以外，嘛有新的申诉案。最近会阁增加3个外聘女性委员，已经让案件公平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